今天呢，我们就看到第105页的倒数第二行。那105页倒数第二行呢，就讲到说：俱生我执，萨迦耶见，本论破他以诸蕴为所缘。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俱生我执，萨迦耶见。所以呢，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得到说，俱生我执呢和萨迦耶见呢，它本身呢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这里就讲到呢，就是俱生我执呢。萨迦耶见呢，它一定要是俱生，它一定要是我执，但是我执呢，它不一定会是萨迦耶见。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述到萨迦耶见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萨迦耶见它的所缘，或者说坏聚见，萨迦耶见或者坏聚见呢，它的所缘呢是缘着我和我所之后呢，然后执持它为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呢，称之为是萨迦耶见或是坏聚见。那人我执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人我执呢，就是把一切的所知呢分为法还有补特伽罗二者。那原补特伽罗呢，支持它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把它称之为是人我执。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凡是萨迦耶见呢，它一定呢要是人我执，但是呢是人我执呢，它不一定要是俱生。它不一定要是萨迦耶见，为什么呢？是人我执不是萨迦耶见的呢？就讲到说，缘着他有情呢，而执持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它是人我执，但是呢，它并不是萨迦耶见，因为萨迦耶见呢，它一定要缘着就是我或者是我所，就是心绪上的我，所以呢，这边呢就区分出了我执以及萨迦耶见呢，他们两者呢是三聚型的关系。所以呢，俱生我执萨迦耶见呢，就讲到说萨迦耶见呢，它一定呢要是人我执。所以本论呢就提到说，入中论的根本颂呢讲到说，破他以诸蕴为所缘，就讲到说呢，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就是有人说是以诸蕴为所缘呢，那这一点呢是入中论呢所遮止、所破除的。为什么呢？因为萨迦耶见的所缘呢，一定要是补特伽罗，不会以诸蕴呢来作为它的所缘。那除了呢，入中论的根本论释呢是这样做解释之外呢，那同样的呢，入中论的智释呢也讲到说，释论说缘依蕴假立之我，就提到说萨迦耶见呢，它的所缘呢就是靠着呢由蕴体假立的这个我，所以呢它的所缘呢是自心相续之上的这个我。所以释论说呢，就是缘依蕴假立的我呢，提到说萨迦耶见的所缘呢，一定要是我。所以呢，故其我觉之所缘乃为我即为补特伽罗。就说萨迦耶见呢，它缘的呢，就是缘了我之后呢，就是依靠着蕴体而假立的我之后呢，然后升起了我觉，我觉就是升起了这个是我的这种了知之后呢，升起了我觉之所缘，所以升起了我觉呢，所以它的所缘呢，萨迦耶见的所缘呢，乃为我，是唯有我呢，以及呢为补特伽罗。然后我想要讲到说为补特伽罗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萨迦耶见的所缘呢，就是有分为我和我所。但无论我和我所呢，最主要呢是缘着我，所以呢，它是缘我呢以及补特伽罗。那特别讲到说为补特伽罗的意思呢，就是去除掉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像是呢笔啊、瓶子啊、苗芽等等这些诸法呢，就会去除掉它是萨迦耶见的所缘。那讲完了萨迦耶见的所缘之后呢，那就讲到说，那萨迦耶见的形象该如何的安立呢？那同样呢，入中论的智释呢，就解释到说，释论云：我执于非有我，忘记有我。那这边就提到说呢，萨迦耶见呢，它的执持呢，就是把非有我，也就是呢没有自性成立的这个我呢，忘记为有我，就是把它呢错乱的呢执持为是有自性成立的我。所以我执它的形象呢，就是把萨迦耶见呢，把非自性成立的我呢，执持有自性成立的我。那在这边呢，就是一直提到这个释论呢，我们一直讲到说，这边呢是属于智释。那智释的意思呢，就是根本论呢，就是入中论的根本颂呢，是月称论师造的。那同样呢，他造完论著之后呢，他对于自己所造的这个根本论点呢，他自己去造的这个解释呢，称之为叫做智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释论呢都能够称为智释，就是根本论呢跟这个解释呢是同一个人所造的呢，那才能够称之为是智释。所以这边的释论呢，大部分都是提到是智释，就是
月称菩萨他自己所造的解释。所以呢，自是呢就讲到说呢，萨迦耶戒呢，他对于就是自性不成立的我呢，然后把它执持为自性成立的我，然后呢，而且呢，执持是实，就是认为呢，他所执持呢是正确的。所以这边执持是实呢，指的说所执的呢是分别心，是由分别心呢去执持，这个是第十的。那此谓执彼我为实有，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他所执持的呢，也就是他的所缘呢是我。那同样呢，他的形象呢，就是将他所执持的这个我呢，然后把它执为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呢，执彼我为实有，就是所以他的所缘呢是我。那同样呢，他的形象呢是把这个我呢执持为自性成立。那所以从我们今天开始讲述到现在呢，就是讲了大概4行的内容。那这4行的内容呢，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就是萨迦耶戒它的所缘以及形象呢是如何的安立。所以讲到说萨迦耶戒呢，它的所缘呢就讲到说为普特伽罗。那讲到说为普特伽罗呢，就是去除掉了普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像是呢瓶子、柱子呢，或是苗芽等等呢，去除了这些呢，会是萨迦耶戒的所缘。那它除了是为普特伽罗之外呢，那特别讲到说呢，这个普特伽罗呢，一定要是自相续的我或者是我所呢，那才能够成为萨迦耶戒的所缘。那了解了所缘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那萨迦耶戒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所执持的我和是我所呢，然后他所缘的我和我所呢，然后把它执持为是自相成立的呢，是属于萨迦耶戒的形象。所以一开始呢，就先解释到了萨迦耶戒的所缘以及形象这两者。人们切是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就是我执呢，与这边所讲的我觉呢，这两者呢应该是同义的。虽然说我们在这里在做解释的时候呢，是讲到说我执呢还有我觉呢两者是同义的，但是也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一般呢，像是我们在讲到说呢，当我执持我是我的时候，就说哦我是我，那这种呢它又是属于就是福顺义的这种了知，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的状况之下呢，还有不同的理解。那这边我们在讲到说不其我觉之所缘的时候呢，那同样呢，这边的我觉跟我执呢是同义。不过有时候呢，我们在讲到说哦我是我的时候，那这个是正确的了知，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嘛，所以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以佛圣者来说，佛圣者他的心绪里面呢，可以升起一个哦我是我的这种了知，但是佛心绪里面我是我的这种了知呢，它是正确的了知，因为佛陀本来就是佛陀嘛，他本来就是他，所以呢，他升起我是我的这种了知的时候呢，佛陀的心绪也不会升起我执。就像佛陀虽然说他成佛之后呢，他也可以升起这个是我的手，这个是我的脚，我是阿罗汉，我是佛的这种了知呢，都是可以有的。或者说像以世尊来说呢，他可以升起一个我是比丘的这种了知啊。所以呢，如果要区别像是我觉，还有说像是我执呢，就像刚讲的，如果要做区分呢，就在上述的这种状况呢，我们可以区分出我觉与我执的不同。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认明所破的地方呢，所提到的我觉或者是我执的话呢，那这两者呢就是同一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到说，那比如说我觉跟如果和我执是不同的话呢，那它的所缘是一样的吗？那人们接就回复到说呢，如果说我们把我觉跟我执呢认为是不同的时候呢，那它的所缘呢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呢都是缘着我，但是呢他们的形象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一个呢是执持它是自性成立，但是另外一个呢并没有。就如同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执持生死无常和执持生死常的这种了知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的所缘呢都一样，所缘呢都是生，不过呢一个的形象呢是无常，一个的形象呢是常，所以所缘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就讲到说，如果说我觉呢和我执呢，就是把它两者呢视为不同的时候呢，那我觉呢它的所缘呢是我，但是呢它的形象呢可以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你可以执持这个
你可以直视这个我呢，就是直视我是我，或者说呢，它的形象呢是我是比丘，或者说呢我是普特伽罗，或者说我是人，那这种呢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执呢，它所执持的这个我呢，它的形象呢就是自性成立，所以他们两个的所缘是一样，但是呢，在形象之上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就如同说我们在说执持平执呢是存在的，和执持平执不存在的这两种了知呢，它的所缘呢，同样呢都是平执。不过呢，一个的形象呢是存在的，一个的形象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到就是所缘还有形象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它的所缘其实是一样，但是差别呢就是差别在说形象上面的不同。就是说，我们通常呢在讨论到说，就是了知之间呢彼此是否有差异的时候呢，并不会是在所缘上做讨论，大部分呢都是在它的形象之上呢来做讨论的会比较多。所以上述的内容呢，我们已经解释完了萨迦耶见的所缘以及萨迦耶见的形象。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解释萨迦耶见呢它的体性为何。那我们这边呢是用比较就是广的方式呢在做解释，因为如果说要略涉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安立一个性象下去的时候呢，安立一个定义的时候呢，那在定义里面就是它的所缘、形象以及体相呢，以及它的体性呢，全部都会含摄在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释论源。那这个释论呢，同样是入中论的智释。那入中论的智释里面呢，又讲述到说，萨迦耶见呢，指我所形象而转，是染污秽。那这句话呢，就是成为了就是大家呢，我们会认为呢，就是萨迦耶见呢，它要是普特伽罗我执。那它也要是心所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从智释的这句话出来的。因为呢，讲到说呢，它是染污秽，所以在释论里面呢，就提到说呢，萨迦耶见呢，它的所执是它的所缘是什么呢？它的所缘呢是我和我所。那沿着它的所缘呢，沿着我和我所之后呢，它的形象是如何去执行的呢？形象呢，就是执行它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之后呢，沿着我和我所之后，然后执行是自相成立，所以呢，形象而转呢，它的讲到说原我和我所之后呢，它的形象呢是自相成立之后呢，所以提到说，那它的体性为何呢？它的体性呢是染污秽，所以才讲说萨迦耶见的体性呢是心所。所以这句话呢，入中论智释的这一句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其实这个呢就是萨迦耶见的一个形象。所以呢，讲到说萨迦耶见呢，那这边的萨迦耶见呢，指的呢就是指名相。那这个萨迦耶见名相呢，它的性相为何呢？就是执持着呢，就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那它的形象为何呢？就是执持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所以呢，执我所形象而转，那形象而转呢，就是执持着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而转。那它的体性为何呢？体性呢是心所里面的染污秽。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呢，就包含了它的所缘、形象以及体性呢，都包含在这个性相里面。所以呢，我们再把这句话呢解释得更清楚一点的话呢，就提到说，萨迦耶见呢，它的所缘为何呢？就是要执持呢，它的所缘呢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所以呢，自相续呢，我们要加上去，因为呢，如果只是沿着我和我所呢，它并没有办法成为萨迦耶见的所缘。就比如说，如果说我沿着小明呢自相成立，或者说沿着小华呢自相成立，那像小华和小明呢，他虽然也是普特伽罗，但是呢，我也是支持我所，但是呢，他并不是自相续的我，因为他是他有情的缘故，所以萨迦耶见他的所缘呢，一定要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那讲到了萨迦耶见呢，他的所缘呢是我和我所之后呢，那这样子就是假如说所缘是我和我所之后呢，就能够成立它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之后呢，就能够成立这是萨迦耶见吗？不行，因为就像刚所讲到的，我可以支持我和我所呢是无常，或者说呢，我可以支持我和我所呢是我，或者说我和我所呢是所知。那这些呢都是正确的一种了知。所以这边讲的说形象而转呢，这个形象而转呢，讲的是执持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所以呢，
除了说原这自相续的我和我所之外呢，它的形象呢一定要安立这个形象，因为呢，如果说只有讲到说所缘是我和我所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成为萨迦耶见的。一定要原自相续的我和我所之后呢，它的形象呢要是直持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那才能够呢把它安立为是萨迦耶见。那所以呢，这边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那所缘呢是自心续的我和我所之后呢，那形象呢是自相成立之后呢，就能够称之为是萨迦耶见嘛？那这样子呢也是不够的，因为呢我们讲到说有和萨迦耶见呢相应的像是心王，然后呢有和萨迦耶见呢相应的这种感受，那这些呢它全部呢所缘呢一样呢都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那它的形象呢也同样呢都是直视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但是呢这些并不能够称之为是萨迦耶见，为什么呢？因为萨迦耶见它的体性呢要是属于慧心所，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你只要是心王的话呢，一定会有跟随着它的五片型的心所，但是你不能说这五片型的心所它全部呢都是属于慧心所，所以呢除了慧心所以外呢才能够安立为是萨迦耶见之外呢，那像其他的像是想啊受啊等等这些心所呢，它也没有办法把它安立为萨迦耶见，所以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属于慧心所。那之前呢，我们在心类学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讲过了，就是心王和心所呢，就是它在相应的时候呢，会有五种呢相应，它的所缘呢是相应的，就是所缘都是一样的，那形象呢也是一样的，那还有所依，那所依指的呢，就是他们两者的不共真上缘呢是同样的。心王和心所的不共真上缘呢是一样的，那还有时间，就是两者呢会同时产生，那两者的值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就讲到说心王跟心所呢一定要具备这五种呢相应，就是所缘、形象、所依、时还有值，这五种呢是相应的。所以呢就是和这个普特伽罗呢，就是普特伽罗我执呢，那和这个心王以及相应的心所呢，他们两者呢在所缘，就是所缘都是一样的，都是自心续的我和我所，那形象呢也都是一样的，都是直持着呢自相成立的这个形象。那同样呢，两者的所依不共真上缘呢也是一样的。那他们两者同时产生的时间呢也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心所呢没有办法变成萨迦耶见呢？因为呢其他的心所呢它并不是慧心所的缘故，就是因为它不是慧心所呢，所以就排除了这些和这个心王呢相应的其他心所呢，排除了它是萨迦耶见，因为呢它的体性呢并非是慧心所。所以呢当一个人我执呢，它具备了就是它的所缘呢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它的形象呢是直持自相成立的形象，那以及呢它的体性呢是染污秽的体性的话呢，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我执呢，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萨迦耶见。所以接下来就讲到说呢，此说呢，具身萨迦耶见之所缘。那这边呢又加上了具身。那具身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能够任运而生的，它不需要说遇到了一个邪导师，或是遇到一个邪宗义之后呢，它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执着。就是我们所讲的具身萨迦耶见呢，它在缘到了我自相续的我和我所之后呢，它能够任运的呢升起呢，这是自相成立的这种执着，所以能够任运能起我觉。所以这边呢，就想要说，具身耶见呢，它的所缘呢，是指的自相续的我和我所之后呢，然后直持呢，它是自相成立的这种形象呢，任运能取的这个我觉。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上述所讲到的，故执他普特伽罗为自相有之具身执，虽是具身普特伽罗我执，然非具身萨迦耶见。所以讲到说呢，直持其他普特伽罗呢为自相成立的这种具身执呢，就像刚刚所讲的，我们直持小明呢是自相成立的，或者是直持小华呢是自相成立的。那这种执着呢，虽然说它是属于具身的普特伽罗我执，就是具身的人我执，但是呢，它并非是具身的萨迦耶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缘呢，并非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请问自相续的我所是指的什么？自相续的我所是指的是五蕴吗？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回答上面的时候呢，是蛮难回答的，特别是在辩论场面辩经的时候呢，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说所谓的我所呢到底是什么？那虽然说呢，真的要在辩论上去回答这个问题呢是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我们解释的话呢，应该说是我们在心里面呢所显现的这一种相状呢是不同的，就是我讲到说我的。和说我在讲到说我的运体的时候呢，它其实在显现的相状，它的形象呢，其实是有差别的。这边呢，就是我们先来讲一下呢，就是我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我所的时候呢，那会问到说，那你如何去安利我所？那我们在放事例的时候呢，或者说放事项的时候呢，就会放说我的眼、我的耳，或者说我的运体等等。那虽然说呢，安利是如是的安利，但是呢，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区分出它的一个差别。那现在大家请看人切的手，那人切的右手呢，代表的是我所，右手代表是我所，那左手呢，代表就是我的眼睛、我的鼻子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讲述到我所的时候呢，就是像人切的右手呢，代表着是我所。那在安利呢，它的事例的时候，或者它的事项的时候呢，就是人切弄错边了。人切的左手，人切的左手呢，代表是我所；那右手呢，就代表呢，像是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鼻子等等。那这两者呢，就是在我们形象显现的时候呢，是会有不同的。那在这边呢，就想要说，为什么这个在讲述到我的，就是我所呢，和我的眼、我的手、我的脚呢，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因为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我的眼睛或者说我的鼻子的时候呢，那所别式是什么呢？所别式呢是放眼还有鼻子。那能别法是什么呢？能别法呢是安放我。所以所别式是眼还有鼻等等，但是能别法呢是放着我。能别法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在释量论里面在解释到所谓的所别式还有能别法的时候呢，它最主要是讲到说一个生命的所权。那在讲到说它的所权呢，它是所权是法的时候呢，那这个能够诠释法的这个声音呢，能够诠释法的这个呢，称之为是能别法。那它所诠释的呢是有法的这个呢，称之为是所别式。就讲到说呢，是谁的头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谁的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所别式呢就是头。那能别法呢，就是提到说，因为有很多各个不同的头嘛，像是我的头、你的头、他的头，所以当以所别式是头的时候呢，那能别法就是变成说我的，或者说你的，或是他的呢，这些呢变成了能别法，就是说。基础呢是以头当做基础，那这个头呢是谁的头呢？那如果是认成我的，或是你的，或是他的，或是某某人的头的时候呢，那我或者是你的、我的、你的，或是某某人的呢，那个就变成了他的能别法。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问说呢，这支笔是谁的？是你的吗？还是我的吗？还是他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要认明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笔嘛？就是我们在说这支笔是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的所诠释呢，就是最主要的这一个。那所诠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边所讲的所别式，就是他要讲述说，我们现在最主要去认明的最主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这支笔。那这支笔呢是属于谁的呢？这样问的时候呢，所别式呢要认明的就是所别式就是这支笔。那能别法呢，就是这时候去证明说，那这支笔到底是谁的这一种方式呢，叫做能别法。同样呢，如同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耳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所别式呢，就是变成了眼、耳、鼻等等，变成了它的所别式。就如同刚刚讲笔的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然后以此呢去类推。所以这边的差别呢，就是在刚所讲述到的，我在讲述到说我的
我的眼、我的耳、我的鼻。在讲到说我的什么的时候呢，所别式呢是眼、耳、鼻等等。那能别法呢是我，就讲到说呢，因为说问说这个眼睛是谁的，或者这支笔是谁的时候呢，那所别式就是笔嘛。那要强调说是谁的时候呢，是我的，所以能别法呢是我的，或者说你的等等，这个成为了能别法。但是呢，我们在讲到我所的时候呢，在讲到说我所指的是什么？我的。那在讲我的时候呢，所别式变成了我。就是我的时候呢，所别式是我，所以在讲到说我的眼跟我的鼻的时候呢，它声音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能全身的时候呢，它诠释出来的时候呢，它的所别式跟能别法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由此区分出了就是我所，还有说像是我在讲说我的眼、我的耳的时候呢，就造成了这两者的差别。因为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我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的时候，光讲我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从我的这两个字的声音里面呢，从这个声音里面区分出这里面有所别式跟能别法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在讲述到说我的眼的时候呢，又不一样，因为我的眼的时候呢，它这个所权的东西呢，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一个呢是眼睛，就提到说我的这个眼睛，所以这一句话呢，我的眼这一句话呢，这个声音呢，它诠释了我还有眼睛的这两样东西。那在诠释我和眼睛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呢，眼睛呢就是这个能全身的所别式，那我呢就是这个能全身的能别法。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我的眼呢，和在讲我的时候呢，它声音在诠释的时候呢是不同的诠释方式。就像刚讲的，如果只有提我的时候呢，那这个的所别式就是我除了我之外没有提到任何的能别法，它的所别式呢最主要就是我除了我之外呢没有提到任何的能别法。但是呢，在讲到我的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眼睛呢它变成了所别式，那能别法呢就变成了我。所以呢，在讲到说我的和我的眼的时候呢，就是它除了说我们内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形象是不同的，内心所显现的形象是不同的之外呢，那声音在诠释的时候呢，所诠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方式在做诠释。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萨迦耶见的所缘的时候呢，会提到说我和我属是我的之外，那我们在讲说，那我们在讲述我的，那我的事项或是我的势力该如何去安利呢？那除了说去安利我的这种之分之外，就去安利我的眼、我的耳、我的鼻、我的手、我的脚之外呢，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安利了。但是呢，就像刚所讲的，我的和我的眼呢，它在我们内心所显现的这个形象，还有声音呢，在驱入的时候呢，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呢在做驱入，所以这边才会说呢，萨迦耶见他所支持的呢，就只是我的而已。但是你要说我的呢，是我的什么要安利，如何去安利我的时候呢，又只能到安利说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之外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安利其他的东西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在解释上面入中论智释的这个内容。所以上面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萨迦耶见。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呢，执我所形象而转者。那什么叫做执我所形象而转者呢？就想要说呢，萨迦耶见呢非显我还有我所呢执形象之境。就讲到说呢，他所缘呢是我和我所，但是它的形象呢，并不是显示说我和我所，是说呢与彼二志向起执，与彼二志向有起执。那就是说呢，它所显现的形象呢，是支持我和我所两者呢是志向成立的这个呢，这种支持志向成立的这个形象呢，才是所谓的形象。这个才叫做指我所呢形象而转，所以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具身萨迦耶见的形象呢，是支持呢我和我所二者呢是志向成立的这个形象，而不是仅说支持到它的所缘呢是我和我所的这个形象呢，并不是萨迦耶见的形象。
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那什么是具生我所的萨迦耶见的所缘呢？那就想要说，具生我所的萨迦耶见的所缘呢，就是为我所法，就是仅仅只是我所之外呢，非以我之言等为所缘。就像刚我们所解释到的，他的所缘呢，就只是我所而已，就是我的之外呢，并不会去缘到说我的眼、我的耳、我的鼻等等呢，这些呢，并非是具生我所的萨迦耶见的所缘。至于说具生我所萨迦耶见的形象是什么呢？就只要说为缘彼所缘，就提到呢，他的具生我所的萨迦耶见，他的所缘呢是我所之外呢，那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就只持这个我所呢是志向有，是志向成立的，这个呢才是具生我所萨迦耶见的形象。这边呢，正常要说具生我所呢和具生我所执的差别，就是没有所谓的具生我所，因为这边提到具生呢，就会提到说是关于心法，因为心法还会说它是从无始以来呢能够任运而生的。那像是色法来说，它没有办法任运而生，所以但是我所呢是属于色法嘛，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所谓的具生我所，但是呢有所谓的具生我所执，因为这个执着呢它是可以就是具生任运而生的。就是为什么法本上在讲述到中观应成派的具生我执和我所执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都是用志向有而不是志性有。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志向有和志性有呢，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它在所破的案例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显义上呢，就是我们直接显现呢是显现说是志向有，但是呢，我们可以间接了解到呢，因为是志向有的缘故呢，所以它全部呢表示着志性有、志性成立、志方成立或是第十成立等等的意思呢，都涵括在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像是我所呢，如果不是任运的话呢，那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讲到说，当然呢，就是我们会提到说，像是我所呢志向成立这些，那你说是任运呢，就是说我所志向成立任运，那就是说你要去这样子讲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说，提到任运的时候呢，一定是提到说是任运值。那任运值就表示说它是一种了知，它是具生而有的缘故呢，所以才叫做任运，就是我们具生而有，然后很容易生起来，任运能够升起这样子的了知呢，所以叫做任运。但是就像刚讲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讲到说我所任运我所的时候呢，在讲起来没有那么顺，因为在讲任运的时候，一定是提到说了知它才会任运而生。那像我所，它本身是一种就是设法，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情况？就像刚讲的，就是我所呢，它可以是像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就是你可以去安利设法的，或者说呢，像是我的像是我的什么东西，我的父母亲，就是普特伽罗呢，你也可以去安利，就是心不相信法，你也可以去安利。但是呢，讲到说任运我所的时候呢，就是在辩论的时候用这个词呢，会变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任运呢，就是通常在这个时候都是加在词所，就是任运值。那任运值就是任运的这种了知之上，那把它加在设法之上呢，会变得很奇怪。这样，我们接就举一个藏文的词来说好了，就是米大把这三个字呢，就是我们是直接翻成无常，直接翻成无常。但是呢，如果你把藏文的这三个字拆开来看的话呢，就是弥呢指的是人，那大巴呢指的是常法，所以呢，你不可以把米大把这三个字呢，把它拆成人常。人常这两个字就没有一个能够理解，它没有一个所谓的所权，就是什么叫做人常。所以你一定是把米大把这三个字合在一起看，把它看成无常来解之外，你不会把它拆成说叫做人常来做解释。所以我们在用词的时候呢，就是会考虑到说这个字呢，它在做所权的时候呢，虽然说弥呢，它可以解释为人，那大巴呢可以解释为常，你可以把它个别来做解释，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把它解释叫做人常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解释到说，像是你说我所就是具生我所呢，就是虽然说呢每一个字呢，就是你拆开去解释，好像都解释得通，但是合起来讲的时候呢，就变得有一点不通顺，就类似人常和无常的这个概念，就是藏文的人常还有无常的这个概念。
今天呢就先上到这里。